夫人今天累了吧？接了那么多课。累倒不累，就是有一宗事情让妾身生气。生气？云家没安好心，他们家老爷子早就惦记咱家田产，知道夫君病了，特地差人来打探虚实。那有什么可生气的？田产不还是咱家的吗？卖不卖都是我们自己说了算啊。妾身就是咽不下这口气。夫君当初如果不那样，咱家的家业就败不了。哎，夫人说的是。总有一天，我要让那个老不死的见识见识妾身的厉害。夫人有什么厉害啊？先让夫君见识见识。你有话。哎呀，夫君，轻点儿。夫人，你想吗？有点想。竹子可以做野流管啊！这丫头天生就是个捏背的，手法娴熟，出神入化，提神醒脑啊！二娘，你去给我找个大蒸锅来，快去快去！得，就是它了。引流管成了，来，这么大的锅呀，这也太笨了吧！要是有个德国不锈钢锅还行。哎呀，算了，这大堂啊，什么都得凑合着来吧。来，给我搭把手啊！别愣着了，快把酒倒进去，我要把这酒提纯。来，快去，把那16味药给我拿过来。老爷，好，药准备好了，你先去磨一磨吧，我先上个茅房，你快磨，回来我看啊。泪流直下3000尺，哇，爽，不是吧？这谁耍我？早知道备些宣纸了。胡丈房是文化人，应该有宣纸吧？胡丈房！小侯爷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啊，你们大堂的厕所，老子算是见识了。胡先生，你有纸吗？纸？啊？有宣纸吗？小侯爷，如厕的时候还要写字啊？我写个屁字，我擦便便啊！擦便便？何谓便便？老奴从来没听说过呀。便便就是屎，你非逼老子说糙话是吧？老爷，我要擦屎，听懂了吗？擦屎？擦屎还用宣纸啊？老奴我活了大半辈子，闻所未闻呐。再说了，宣纸这么金贵，老奴这儿哪有啊？难道我王子豪一世英名就要毁在这个棍子上吗？我的清风，我的维达，我的心相印呐！哎呀，小侯爷，恕老奴无能为力呀！
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你退下吧。是。哎呀，不错不错，50度的老白干儿，味儿不错。可惜就是工艺有限，没法批量生产，不然咱们开个酒厂，肯定赚大发了。那奴婢岂不是每天都能跟老爷对酌小饮？那可不，自己家的酒，想什么时候喝就什么时候喝。那奴婢现在就想跟老爷一醉方休。嗯，你这丫头怎么一点都不学好呢？你成天都想什么呢？你再这样，我抽你了！奴婢愿意被抽。你是不是以为我不敢抽你？你给我把屁股撅起来！你下次这样，我还抽你。奴婢愿意等着下次。你是不是气我是吧？你快一边去，一边去！我还有事要忙。这丫头，今年的雨水多，夏粮入仓之前要好好的晒一晒。哎，对，晒晒不长虫，晒晒更健康。俗话说得好，天上一连班，晒谷不用翻。如若每天晒，幸福咱长安。你怎么那么多废话呀？粮食先不晒。哦，云家庄的大文人来问转让田产的事，你就回个话，就说过些时日再说。行，但是钱叔，那个云家庄的嘴就是黄鼠狼的腚，他憋不出好屁来。这还用你说啊？赶紧去！哎，得，我这2脚一搓蹬，苍啷啷啷啷。二女啊，哎，把那个药磨好的拿过来。对，就是这个剂量。咱们先试验一下。就这样，晃，就一直晃，一直不停的晃，直到把里面的药化开为止。不能偷懒啊！来吧。好，晃吧。得给这个花露水设计个漂亮的包装，取个好听的名字呀。二女，这丫头你还真实诚啊！你还摇呢？快，把这葫芦放那边去，歇一会儿。过来给我按肩。怎么给她起个好听的名字？设计个漂亮的包装呢？有了，就叫酒花玉露啊！通通用那一大扎的小葫芦装起来，再涂上颜色，有意境啊！太有意境了。谁怜方醉酒，春露到秋风，思空暑，好诗句啊！就叫酒花玉露。这小丫头小手可真是神了，她这么一推一捏，我就思如泉涌，智慧百出啊。夫君为何魂不守舍？在想什么？没什么。对了，夫人，今日见你大作，无论是文采还是字体，颇具大家风范，堪称极品啊！比为夫
真不是强的一星半点儿。真是羞死了。夫君都看见什么了？今日在书房，无意中禀见夫人一首五言诗，依稀记得其中2句：“谁怜芳醉酒，春露到秋风。”如此诗句，实乃当世绝品呐！这是我写的吗？我怎么一点记忆都没有了？全诗是什么？读来听听。我只见到这2句，可能是夫人有感而发，妙手偶得吧。哎，不记得也不奇怪嘛。有感而发，妙手偶得。夫君说的真是精辟。谁怜芳醉酒，春露到秋风。这真是我写的吗？难道我也失忆了？儿女，笔墨纸砚伺候。夫人，敬你一杯。此2句才是绝句。夫人，快，此等诗句，定当流芳百世，快记上。